願所有努力嘅人、用心嘅人都會被看見。2025年5月7號，商學院好緊張，可以話係比上次更加緊張，因為老闆就係話，千祈唔好運用套路做剪接做拍片嘅，最緊要靈活變化有創意。當你以為所有嘢都係一樣嘅時候，就好容易會有出錯咯。所以我嘅好夥伴呢，咁就會更加覺得多咗個人要做嘅嘢就要自然，比我自己一個人嘅時候更加多更加好，超級攰。對於今日嘅早拍晚播，我覺得今日最大嘅困難係要調色，有啲費事啊，搞到都好緊張好壓迫先至交到稿。最深刻係頭先慶功宴高層分享，佢見到有個助教好努力好辛苦爭取自己個組嘅分數，然後但係都冇被看見，係有啲人係好努力好努力好努力，但係就未俾人看見咯。跟住我就覺得拍片記錄到重要嘅嗰個瞬間又好開心，到老細分享故事啦，影到老闆娘又喊，發現老闆娘係每次呢一個位咧都會喊，跟住呢一剎那又捕捉到話開心開心。總結我覺得可以更好咯，同埋可以再多啲不一樣，大啲突破咯。